另外，继续来关心的是，这台北捷运迄站随机攻击事件呢，这是引起社会真大的关注。看到这嫌犯呢，伊犯案所使用的这个家私头仔呢，顶全部拢是透过这网络买的。所以立委呢，今仔日即阵这诉法部长的时阵，是要求一定要彻底来检讨这网络平台危险物品买卖的问题。那呢，他呢连续呢购买了13把长短刀，全部靠网购。 台北捷运12、19随机攻击事件，嫌犯丢文犯案所有工具、刀啊、烟雾弹、信号弹，拢是对网络平台买来的。拜三立法院委员会质询司法部的时，朝野立委拢要求司法部要检讨现行的制度，网络顶危险品买卖问题。其无形当中也怕后续会有模仿效应等等，所以有人提倡是说，是不是要 通盘的来检讨，甚至说在网络上贩售这一些相关产品，也需要有实名制。对此，司法部表示，网络实名制虽然有阻挡的效果，不过嘛牵涉到雇主的问题。目前全世界，敢若中国买刀啊爱徛名，司法部会伫1个月之内和各部会讨论应用的作为。 如果我们在网络上实施实名制，像中国大陆他们的做法，那的确是可以有效的遏阻犯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有隐私的问题。我们现在数发部打算是第一个就是说对于特殊的这些品项就是有这个安全疑虑的品项，我们会跟各个部会合作。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些品项我们会真的是会采取实名制的方式。另外，随机攻击的代志发生了后，即马网络顶嘛出现真侪模仿的效应，伫咧社群 散布惊吓，司法部指出已经和社群平台沟通，针对危险社会安全的信息，若发现，得马上提落来，也依法上办处理。记者戴亚轩、王志光台北报道。